今年是马祖飞升1036档，伫梅州限量港天后祖祠以及梅州马祖祖庙，分别拢举办海祭大典。安平开台天后宫甲海内外100多间宫庙，拢受邀参与这场盛会。伫限量港的海祭，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也担任头炷香，一同敬拜马祖，长命盛大隆中。主祭人、陪祭人就位。下一代。在这次梅州一做期间，安平开台天后宫也前往一间友宫拜访参香，分别有限量港的天后祖祠、梅州马祖祖庙、莆田文峰天后宫、泉州天后宫以及厦门仙角山土地公庙。安平开台天后宫主委罗友礼表示，希望透过宗教信仰的交流，加深两岸友好互动。海祭的活动，嘛真圆满，真顺遂。足难得的，就是讲，在咱安平马吼，过去咱大陆地界了后，神煞有若去拜访因的姊妹亲吼，咱的文峰宫，含迄个泉州天后宫，神煞去咱迄个厦门的仙角山吼，来做一个足有意义的即个回乡的即个活动啦。总是吼，即届吼，安尼足圆满。来完成这个活动吼。每年就拢有来3、4届啦，吼。促进呢，咱这文化、宗教文化交流，促进呢，两岸的和平啦，吼。所以咱呢，为着大家两岸民间的这交流，也是促进呢。大家平平安安啦，身体啦，咱国家呢风调雨顺。5天的参香行程，虽然逐天拢行程满满，早时出门，暗时才回来，但拢无人咧发忝，颠倒是感觉难得有机会得到马祖拜访参香，非常有意义。对这段旅程印象深刻，充满感动。几天的行程哦，很棒。都没有雨耶，刚下一点雨，然后云开了。那在祭典的时候，那个风和日丽，很棒。大家的信仰真的是，宗教信仰真的是凝聚人心。凝聚人。我们应该要更团结，台湾要更团结。这趟旅程有没有什么比较感动的事情？就大家对马祖的这个信仰都很虔诚啊。这趟梅州行真的。就是很难忘。灵感的马祖啦，搁有加上吼，加团结的委员会，互阮大家有无，搁有接受到热情的招待，互阮大家拢足快乐的。马祖真灵感，因为迄阵咧开工典礼的时候，拢无去，拢学英文，拢袂读书，真灵感。马祖它本身它是一个孝顺得到的一个神嘛，所以无形中我们也会跟着他的脚步走，所以我也常呼吁说，进香这一天的话，让比较年轻化的人一起走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参与。马祖正不正？正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